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13章。犹大王亚哈谢的囝约阿斯做王第23年，耶户的囝约哈斯伫撒玛利亚做王统治以色列17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缀尼八的囝耶罗波安的所做，互以色列人含落罪，拢无停止。上主就对以色列人发受气，几若遍将因交伫叙利亚王哈斯甲伊的囝便哈达的手。约哈斯恳求上主，上主听伊的祈祷，因为伊有看见以色列人受叙利亚王制压。上主赏赐以色列一个拯救者，救因脱离叙利亚人的手，以色列人就悠然平安住伫因家己的厝。毋过，因无离开耶罗波安的家所行的路，互以色列人含落罪，继续犯罪，伫撒玛利亚阿舍拉的条上要留地。叙利亚王打败以色列，吞踏因亲像在吞踏五谷场的土沙。叙利亚王只有允准约哈斯留马兵50，战车10台，甲步兵1万。约哈斯其他的事迹，伊所做的事甲成就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。约哈斯转去伊的列祖兄了后，安葬伫撒玛利亚。伊的囝约哈斯续接伊做王。犹大王约哈斯37年，约哈斯的囝约哈斯伫撒玛利亚做王，做以色列王16年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无离开尼八的囝耶罗波安的路，互以色列人含落罪，继续犯罪。约哈斯其他的事迹，伊的所做，以及伊甲犹大王亚玛谢交战勇猛的事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。约哈斯转去伊的列祖遐，甲以色列遮的王做伙安葬伫撒玛利亚。伊的囝耶罗波安2世坐王位。以利沙犯着致命的病，以色列王约哈斯落来看伊，拍伫伊的面啼哭，讲：师父啊，师父啊！以色列的战车甲马兵啊！以利沙对伊讲：你去举弓箭。伊就去举弓甲箭来。以利沙阁甲以色列王讲：你准备开弓，伊就准备开弓。以利沙甲王的手划地，讲：你拍开东边的窗仔，伊就拍开。以利沙讲：射箭，伊就射箭。以利沙讲：这是上主胜利的箭，杀赢叙利亚人的箭。你会伫阿弗攻击叙利亚人，彻底甲因消灭。以利沙阁讲：箭举起来，伊就甲箭举起来。以利沙阁甲王讲：拍涂骹，王拍3遍就停地。上帝中央的人对伊受气讲：你应该着拍5-6遍，才会当拍败叙利亚，彻底甲伊消灭。但你只有会当拍败叙利亚人3遍。以利沙死，人甲伊埋葬。逐年春天，摩押人会来侵犯以色列。有一遍，有人拄仔伫埋葬死人，忽然看到规阵摩押人，就将死人ฮ็伫以利沙的墓内，赶紧逃走。
四人一个磕着以利沙的骨头就搁活徛起来。约哈斯的老爸约哈斯在位的时，叙利亚王哈是常常制压以色列人。毋过，上主因为伊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犹原施允互以色列怜悯因、眷顾因，毋甘甲因消灭，毋甘甲因放杀。叙利亚王哈是死，伊的囝便哈达续接伊做王。以前哈是甲亚哈斯交战，对伊的手攻出几若个城。约哈斯的囝约哈斯三遍拍败哈是的囝便哈达，收回遐个城。